其实王师傅坦白讲，伊做人很平易近人啊。阮有寡问题，尤其得侪迄种小细节王师傅会当帮阮解说得清楚。那我也知道他的工作都已经排到明年了，但是他还是抽空来这边教我们，那我对这一点很佩服。然后感谢老师傅无私的奉献，然后让传艺这件事情可以让我们这种传统技艺好好的传承下去。王永元师傅从小跟着哥哥永川师傅学习，直到50岁时，内心有自己想要呈现的创作。与家人讨论后，决定在2005年自己成立永元传艺工作室，开始创作教学之路。作品也渐渐走出自己的风格，并且在创作创新的过程中，也保留了怀旧古早的气息。因拢是大同小异啊。伊做的我较有较想法较无啥共，我用较爱做较创作较新的物件。文化这块绝对嘛袂使无的，但是你要做一个创作物件，你就是要你文化的气息要个保留掉咧。咱就开始做一个新的，从你物件这边做来讲，我这买新的物件，但是你看讲，这嘛是小有古早迄个气味内底。因为个创作安尼，然后这么行路上边个啊，这过程嘛是从较早阮迄阵个年代册读较无完，拢国小毕业，来去食头路嘛。然后从阮老爸讲你来淡薄含阮遐个学功夫，莫去出去食头路。迄阵阮老爸意见讲，恁两个兄弟啊，那种做相像较无好啦，反可能会竞争啦。我兴趣是有兴趣这个木作小木作这个，我不爱出去食头路啦，怎含阮兄哥一直入，怎还没学，怎一个学，阮的身躯边头30-40担，怎无出去做，哎呀，含阮兄哥时阵是感情袂歹啦，我有这个机缘伫遐做然后一段时间，到头咧50几岁，我到去2006年嘛，然后就从也要家己出来创业一个啊。家己做者，感觉做者物件，家己要做无物件，因为阮伫遐个咧做，使阮遐个听伊话嘛。伊讲家己要做啥物话，做啥物，你爱做啥物话。我想可能伫遐设定伫个，我家己讲有家己要家己做作品做者，家己要出来家己发挥一下。然后到那2006年，我们跳出成立这永元传艺，然后开始伫做。榫卯是一个传统木结构营造技艺。古典家具的灵魂，衔接需紧密扣合，达到坚固、耐用、无缝隙的工法。从榫卯的结构就可以了解到一位师傅功夫的好坏。咱即摆咱头前看到咱这条就是较属于这个香蕉脚的。伊个香蕉脚是安怎？伊个顾名思义就是讲啥？伊个脚形体含筋少的弯度拢走到要方，所以大家拢讲香蕉脚。要较早咧讲的是讲翁仔脚，伊这个翁仔脚形体。即摆少年就翁仔脚听无，拢讲筋少脚。所以种人讲筋少脚。这个特殊就是讲伊这脚挖民俗家具，伊民俗家具部分的线条这走这个线条部分，较耐看。无像讲这个靠像这个轻雕绘迄个精雕细琢的按金化学较无遐复杂。伊部分就是安尼，伊这嘛做尼龙的头，伊无做零头。这后壁这个设计伊就是做弯的，这对边啊看的弧度，你注意来看嘛，这个较无啥共。有无这个弧度？人体工学设计小有弧度，所以流线型叫做水。这是这个如意脚，这筋少脚部分就是安尼。这照拢照这线条起来，所以你边啊看，迄个感觉迄个感觉看了
足柔和的迄个感觉。啊，像伊这个特别这个车龙的这个 logo， 这个嘛是有一个含义的。这个歌我叫啥设计？叫这个陈南阳老师，伊即摆已经外国用啊。啊，我这嘛超有名的迄个艺术，啊，阮叫设计这个，伊只词李龙，阮讲车龙，但是伊啊迄个顺名是讲李龙。啊，李龙伊只用这啊，较早古代讲迄个转体的迄个立体都用的，一个福的形体起来，一个福顺济较密了。哎呀，伊和外口不同，因为我是讲从细汉开始传统一直炒出来。啊，所以咧一个每个细节，我拢足认真去做的。啊，夹落所在、遮风的所在，绝对拢无怕。这就是我的强项。我讲大概这种一个较简单的迄个榫卯做法啦吼。我大概我小可大概画一个啊。我即摆要做的榫，就是要做这种算做八角榫。哦，个做法就是安尼，我即摆大概有画，像咱要做的部分就是这个部分。我对开始备料开始用你看，哦。啊，即摆咱这个才是要拆空，我才打个记号，画个圈圈，就是要拆空的部分。啊，即摆这个就是要做榫的。榫卯就是讲伊个榫就是讲十孔榫，卯就是伊个乌孔走动的部分，讲榫卯。咱头仔画起来，即马就是安尼吼。头仔要做榫，啊，再做空，啊，再要做榫，即马等下咱就摕起来要到安尼。啊，这部分遮，即马我要做的这个图案就有这八角榫伫遮，这款的榫嘛较无遐好做，旁一般的榫较无啥共。咱个地咧走动就是讲，食这杯啊吼，边啊先用，先点一下。啥点一个呢？因为你擦的时阵无点这个，伊怎啊咧擦的时这会崩会裂穿，啊，你边啊先点一下。哦，点一下安尼来，即马开始，咱头讲这个1.2这个细温呢，开始擦对内底遮。哦，准已经下准了哦。啊，伊这个棍嘛是有大细嘛是爱分，伊这草有这个木纹嘛，木纹有滴的，你如果这个刀啊站安尼大细咧棍拢袂白的，但是你啊反倒当你啊准做换，你啊用安尼，这个草会当白过，这袂使伤大力一啊。哦，这有一个步骤的。看有准啊无准。哎呀，这就是八角榫就完成了。随着时代变迁，加上工业大量生产化，讲求快速。因利益关系，成本压缩，取而代之的是钉子和胶水。永元师傅坚持以手工方式制作，一榫一卯间紧紧相扣，没有一根钉子。虽然费时，但不嫌麻烦。
其作品就像师傅内在一样扎实、朴实、内敛。这个咱较早咧讲的公马坎，即款是当两用哦，即款咧当后世新类啊，甲新明的物件，伊就是讲有诶做八卦汤，啊，伊咧做较简单，做一个调味里啊，要采一个新明淡仔，但是这新明伊甲对后壁要弄入来，含一般的公马坎啊无共，一般公马坎伊是较有做门啦，啊，若无这个门的，就是讲过新明咧做。啊，伊这个伊的作用就是咧做新明要做。我等下介绍这个伊的细节里头，伊这公后后过来已经开始拢无看，这较早清朝的时阵做足济，但是即摆已经拢有叫人去做。啊，我最近有人摕种伊需求讲，伊要做较好，做较无共的，然后甲我找资料叫甲制作这个物件。即摆我等下伊的细节我用你看，即款物件真够工无好做。看伊迄个榫卯的接的所在，看伫倒位，我靠，你看卖啊！我头有咧讲的讲，这物件无抹膏啊，卖作用就是讲，你即摆新做，你然后放一段时间落去，伊这茶会救我来，救我来啥？愈用就是这，从一直愈夹愈调咧，一直愈缩愈完。哎，我这每一个细节就是讲接顺的所在就是遮。你也阵在空查较含这麻你咧讲了，到底是袂甜袂淡啊。这多有这个几个多有做一顶起来，都会当看下啲，无这嘛若无足久嘛，要来做这啊。对。今仔样咧，若做兴趣，咱样咧用积木，咱即个第一直接开。好。我本来大细的，我拢有做些顺这所在就是啊。我遮做的物件，毋过外口就无共啊。我这较传统，我这算做较早学的物件就是安尼。即摆你若少年讲要学安尼哦，已经较机会有较少啊。头咧强调的所在来讲，咧我遮做个即个笋头会较密就是讲，你做的所在较无迄个空隙，就是迄个师傅好甲歹都插伫遮。嘿啊，一般咧做咧，伊袂去讲究这，比如反正讲我指甲膏啊抹的，啊倒落啊就好，就一直倒。啊，阮遮毋是，阮遮做了粗配起来，就拄啊有哪好，拄啊收个足密，啊较开始咧。组合，我插伫遐。门口小小的招牌，以木结、木纹及裁切的缺口3种元素构成，简单明了。工坊里机器运转的声音掺杂着讨论声，大家都专注着手上的作品，期待着它的完成。当初陈经理邀请永元师傅合作开设工坊，
师傅心想，很多传统工艺都已经快消失了，很可惜，因而决定和陈经理合作，将技艺无私传授给对木作有兴趣学习的人。咱台这个老师吼，这个陈经理，伊带出来去找咱遐个，阮遐个对这个较无遐兴趣啦。伊讲啊，你去找咱小弟看嘛，看有兴趣啊无？然后就介绍过来我做，介绍我做，然后阮就讲啊，陈老师伊嘛是真有心，讲要用这个传统艺术吼，这个要甲伊用较好势，伊兴趣要和我合作做。啊，问我好有意愿安尼哦，阮就嘛讲，要做遮久啊吼。我来继续来安尼合作做嘛，无要紧啦。然后讲要做看卖。伊本身伊的目标较重啦，较悬，伊会想要去创作一寡新的物件。而我伫遐含陈经理咧讲的讨论中间，就是讲伊做的物件有较新颖，属于较现代化。伊讲会当含咱这传统的工艺、古式文化，卖去无去。创作一个新的，旧的文化传统，无有而已，但是有新的作品出来，原味还会到地的。做中间是无一寡瓶颈，是一个学生咧招，有当好招，有当歹招啦，有当济人，有当少人，这个感觉较无了解舒适，感觉无遐稳。即个慢慢，到经过4、5档，迄阵开始就慢慢行轨道，就较正常化。阮会去选择这个图案，就是讲，阮做这木料有含这有这五官的，咱安那想讲要咱做一个凸显出来，互这个学员看着讲，哦，这虽看着讲，啊，这就是含这榫卯有关的年代关的所在。所以这个五官的木纹，就是讲，比如来讲，这个人设计这一个木纹，一个代表讲伊的年龄。伊也愈密，就是伊的年龄愈济。你也像咱台湾的快木，就是讲几啊千担、几啊百担，伊这木纹就较细。伊这木纹这是较像伊将阮找这个是讲伊的木纹要较表现、较明显、较凸显的时阵，阮会建议木纹较粗的。然后你也看伊这一个一起来，你看对到尾总有一个点出来。伊这就是伊的节，就是啥物部分？伊像咱咧树啊一般起来，拢有一支边仔迄落。生出就发枝叶出来，这个部分慢起出来，伊就有这个节。每一张树啊拢有，要从阮这个老师傅几啊10担的师傅要甲传承下去，所以来开这个班。然后像阮这个开这个班来讲，因即摆来若新的学员来到这，阮拢会先教伊做较简单的成品。这一种属于较欧式的，甲有款迄个。日本的迄个家具艺术的迄个气氛，伊即用迄个日本的布来包起来，即嘛用学员伊家己创作的。我又想讲，要做啥物件，伊就开始用伊的多元化元素来灌在内底，种因遐教起来。即款的物件属于较简单啦，即摆咱第2步，咱即摆来介绍落去，就是这嘛是人家迄个学员家己的想法，伊即做迄个面如何，这嘛真理想。迄个囡仔，伊即摆少年，拢有新的想法。伊这虽然是做，但是这内底拢嘛有夹榫的。伊这做的榫是较无啥共，这榫内底是做木钉的。木钉就是讲，咱一空圆的，伫遮伊这包伫内底。这若等下我若有我的新的样面，互你看嘛。伊这我若有做木钉，拢夹榫，这种真用。学员若讲要做较精致的，2期3期过阮即摆刷落下骹面，就是讲要甲介绍这民俗的家具，这就是阮的正传统的。你这看这完全拢无啥相像，这内底拢每一个细节，这面嘛是拢有，我这啥嘢咧？这个，你话这块若咧做，这块可能因若学员来做，可能来做几啊期的，最少2期至3期才有做起来。伊这看这面拢嘛接顺的所在，拢45度的。伊这特殊的所在，你即摆去看这边，你看这种接顺的所在，这内底完全拢无半期体型啊！这种内底种接顺的所在，这一块夹，这块，看拢几块木料落合成起来，这属于较民俗家具的部分。
这是阮的专长，阮来当当尽量甲学员哦介绍，互伊了解讲，恁出去外口咧看的，阮迄个家具是啥物话嘛好，互你会感觉讲啊，这件物件看感觉真水，但是你袂去注意内底到底伊个笋到底是啥物古早古早的，所以阮会甲学员讲啊足详细，对木料啦，啊伊个笋这啥物话，伊个细节。传艺传承技艺，在现今社会中，传统木作木工产业逐渐式微。永元师傅对传统工艺的教学培养不遗余力，学员都很感谢佩服，让这样无形的文化资产能够传承下去。我是金融业退休的，从脸书上得知王师傅这里有一个开班的榫卯工坊。他本身对这个方面很有兴趣，所以就报名来参加这个榫卯工坊的技艺班的研习。我就是透过 FB， 然后寻找木工这个项目，然后就找到榫卯工坊。那因为我以前就很喜欢做一些手工的东西，但是之前都是螺丝去锁而已。那我一看到榫卯，我就觉得这个就是我所要的，因为我喜欢手工的东西。就是一开始我对木工有一些兴趣，然后想要去搜寻一下，就是可以学习的地方，然后就刚好我们网络上可以搜寻到我们榫卯工坊这个地方，然后所以基本上也是一个缘分啊，可以让我们有一个地方可以学习这样子。然后其实这个地方蛮温馨的。其实对这种传统手艺的传承，我坦白讲，我个人认为都有得大意义啦。其实咱得做迄种古早的物件。即阵拢直直流失哩，尤其阮本身嘛是住庄脚，庄脚其实有得侪迄种较早传统的刀啊、椅啊、啥物货，即拢一项无去。本身我对即种有兴趣，所以想讲，学一下这物件，尤其手做的物件，我感觉得疗愈啦，互咱家己很专注是即件代志。尤其我发现，阮来遮上课了后，一讲落来，大家只有得专注，我无去休困。所以表示大家对这种工课都专注的，所以我是讲咱旧的传承迄种老的技艺，我都继续传承。我感觉这是一个有意义的工课。王师傅愿意拨时间，因为对他而言，时间就是最珍贵的。那他愿意在他这个工作的行程都排满的状况之下，还愿意礼拜六抽空来教我们这些初学者，我觉得很佩服。永元师傅啊，在这行的这段时间这个50年的经历上，我们其实说很感谢老师傅可以做这种技艺传承的方面的事情，然后让我们可以好好学习到这种传统的技艺，然后让我们这些有兴趣的年轻人可以了解说我们传统技艺不同的地方让我们可以再继续学习不一样的东西。王永元艺师在木作上的技艺有目共睹，也在2019年获得台南市政府登录传统工艺师细木作保存者。即摆政府即摆做这几档也是足重要的，不较早阮这老匠师拢会做袂做，拢无好去啊。创作甲传承因最主要因政府有咧从注重阮这块，有关有研究阮到底你要互你办理这种，伊嘛是爱甲你调查你的身世啥物货，互你做几档迄个技术有够遐无够遐。传统艺术就讲伊换这个种互咱变成种相对咱的压力嘛有较重啦。即摆你就是袂使去做较歹啊，咱即摆就种会使讲水继续传落去，安尼啊。下摆我就无啥物要求啊，你讲咱要做遮久啊，或者种互咱就足欢喜啊。我到底50几岁出来，大家嘛讲想要换，讲一个创作者嘛，不一定讲时间换无够，伊就是讲人生就是讲你学到老，学到你就一直学就对啦，学习到老嘛就是讲嘛袂慢啦，出来拼做偌就算偌济啦。我准备出来时，比如阮太太嘛有咧小反对讲，你50几岁要搁出来做行话。要搁出来拼，你敢无法度讲？无要紧咱嘛是心内有一款物件要做较家己自由发挥嘛，较自然啦。然后嘛开始一直创作出来。要行路上就是我之前有讲过，讲会当做讲较无共的物件。出去我这物件特殊，即摆有小可有一个
一个样貌出来。我这若变做就个物件，唔免讲生做的，人去用的，看这某人看，迄个感觉已经做出来了。伊会甲你看到讲，这某人做某人，反正做好物件，若是讲伫庙宇咧开工嘛、椅啊嘛吼，大家无时无日若看好日，会走去庙里要开工，嘛毋是讲咱的椅啊尔，大家足侪人椅啊共伊干要做伙做，但是咧人去咧看，即老生做，即老生做，即老做，拢是看得出来。因为咱有咱的味道伫内底啊，咱行以后还是继续创作。